个首，救主，我救主，我真爱得完全。同款，咱来吟全首。550首。咱唱第1节到第3节就好。我已经敬畏甲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
一切拢是你的恩典，我已经领受，白白恩典赏赐互阮。当阮当坐伫主你的面前来敬拜，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做上帝的儿女，主啊，这是阮领受特别的权利。上帝啊，像这种信心赏赐互阮，我是属伫你。主我当阮来敬拜你，嘛是出伫理所当然。恳求上帝，你来祝福阮今日的敬拜。我相信上帝啊，透过阮正来的敬拜，你临在伫阮的中间，听阮正来的祈祷。主啊，今仔日是阮青年的主日，主阮来相信，透过因的服侍，引带众人进入到当新的敬拜内面。恳求上帝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
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的门，就用颂赞入去伊的城，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伊的信实透到万代。咱来吟圣诗第491首，打伫青年时代，请起立来吟全首。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检测台湾即摆疫情还阁咧拖，有侪人确诊，毋过阮知影你的确咧看顾，互阮伫顶礼拜虽然有会友确诊来停止礼拜，但是到伫今仔日犹原会当阁转来你的圣殿来做伙来献上阮的感谢。阮嘛为着疫情的发展来祈祷，恳求主你看顾台湾所有的百姓，互阮伫即个疫情的当中无有过头的惊吓，互阮会当有对厝内的平安，嘛恳求你甲遐的医护人员伫地，互因有够额的精神、气力甲智慧，会当对病人有好的照顾。嘛恳求主你甲遐已经确诊的病人伫咧，互因会当紧紧好起来，无有过头严重的症状，互因嘛会当感受到主你的平安伫因的心内，互因会当紧紧恢复无病尾。嘛求你安慰遐因为即个疫情来过身的人，因的家属，互因会当继续有新的气力，继续有勇气来活伫即个世间，会当来活咧，
阮上时嘛要为着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来祈祷。对战争爆发到即马已经2个外月啊，阮看到足侪乌克兰人因为战争的关系，必须要离开家己的家乡。恳求主，你着赏赐智慧，互遐个欧盟、乌克兰总统、俄罗斯总统，北约因遐个领导人，互因有智慧，通好坐落来好好谈判，互即场战争会当较早结束的。今仔日是青年主日，阮嘛伫遮特别为着青年来祈祷。伫即个社会有真侪迷惑甲试探，有一寡价值观甲圣经所教示咱的是无共的。但是主，求你赐阮气力，赐阮智慧，互阮会当闪避遮个试探，互阮会当坚持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过生活，嘛帮助阮，互阮会当真正活出耶稣基督的款，会当互身躯边的人看见阮生命的改变，来对即个福音有兴趣，想要了解。阮嘛将逐个青年因的未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无论是即摆还咧读册，还是已经出社会食头路，主你继续引带阮的人生的路途，互阮会当发觉到主你放伫阮逐人心内的迄个恩赐甲呼召，互阮伫日常生活甲服侍当中会当荣光上帝、利益人。嘛帮助阮会当有灵修的生活，透过读经、祈祷、唱诗歌，来甲你结连有搁较深的关系。阮安尼祈祷、感谢、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请王玉杰甲傅云带阮来读启应文。启应文第33篇，也就是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对前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也未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伫我的时候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针啊，了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拄着你。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你厝这边，也是去到你落迄边，像咱伫遐，你的手嘛会依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阮若求我，甲我牵起。叫暗暝甲我举早。对你来讲，我无算是暗。暗时亲像你是遐尼光。对你来讲，我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会算得。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若算会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体谅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接续，咱请黄启源、许瑜轩来为阮读今仔日的经文。
以实玛利人把约瑟带到埃及，卖给埃及王的一个臣僚，侍卫长波提乏。上主与约瑟同在，使他事事顺利。他住在埃及主人的家里。主人发现上主与他同在，使他所做的事都成功。波提乏喜欢约瑟，委派他做自己的侍从，管理家务和他所有的一切。从那时起，由于约瑟的缘故，上主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他家里和田园所有的也都蒙福。波提乏把一切交给约瑟管理，除了自己的饮食，他什么都不去管。约瑟体格健壮，英俊潇洒。不久，主人的妻子看上了他，要和他睡觉。约瑟拒绝了，对他说：“你想，我主人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给我管理，我在这里，他就不必为家务操劳。在这家庭里，我跟他一样有权，除你以外，他没有什么不交给我的。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得罪上帝呢？”虽然女主人天天用话勾引约瑟，约瑟始终拒绝跟她睡觉，也不和她在一起。有一天，约瑟到屋里办事，那时一个家仆都不在。女主人抓着约瑟的外袍说：“来跟我睡觉吧。”约瑟躲开她，跑到外面，外袍却留在他的手中。他看见约瑟留下外袍跑出去，就把家仆喊来，对他们说：“你们看，我丈夫带回家来的希伯来人侮辱我们。他进我房间，想非礼我，我放声尖叫。他听见我尖叫，就把外袍丢在我身边，跑出去了。”她留着约瑟的外袍。约瑟的主人回来，她就向丈夫复述这件事。你带回来的那个希伯来奴才进我的房间侮辱我，我一尖叫，他就把外袍丢在我身边，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了妻子说：“你那奴才竟然这样侮辱我！”这个话，他非常生气，叫人把约瑟抓起来，关进王室的监狱。约瑟就在那里坐牢。但是上主与约瑟同在，赐福给他，因此监狱长很喜欢他。接续，咱请青年诗班来献诗。
接束，咱请杨屯雅新学生来为咱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赢过试探的秘诀。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足欢喜会当伫遮来甲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嘛感谢上帝。今仔日的主题是赢过试探的秘诀。试探会当是真平常的代志，是伫咱每一日的生活当中拢会出现。譬如讲，我想要减肥，因为伫新学院家己煮物件的关系，所以有较重。我就是想要减肥，结果我行伫路中闻到足香的鸡排，我明明会当行远远，甲踅过去，也毋过我煞行对迄个所在去，我就安尼，互妖鬼的试探引诱啊。结果呢，我试探影响的是我家己，试探嘛有可能影响搁较大的范围。譬如讲，你有可能是一间公司的头家，真有地位。你有财富甲权利，面对的可能是美食的试探。要安怎才会当赢过试探？像咱同款，约瑟嘛捌经历着试探，也毋过伊最后赢过试探。咱想讲，要安怎才会当赢过试探？才会当袂受试探的影响？今仔日的经文要甲咱讲，约瑟是怎样赢过试探的？咱会当对中间学到啥物？大先，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伫阮一生当中，你予阮做的选择。有时阵，阮选择正确；有时阵，阮选择错误。也毋过，你有缘听缘，求你帮助阮，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会当搁较明白，知影主你要安怎甲阮教示，予阮会当赢过试探，袂予伊的影响。会当活出一个荣耀你的性命，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相信大家对约瑟的故事一定真有了解啊，也毋过今仔日咱要入去到经文内底，搁较深的一个意义当中。约瑟出生伫幼发拉底河甲底格里斯河的法院的高地，伫遐嘛是伊的阿祖阿伯拉罕受上帝呼召的所在。约瑟的爸爸雅各有2个太太，利亚甲吕格。雅各上爱吕格，也毋过吕格伊侪年拢无生囡仔。后来互上帝顾念，吕格就生了一约瑟。不过吕格真早就过身，雅各为着要孝念伊。伊就搁较疼约瑟。雅各对约瑟的疼的态度，伊就做一领彩色的外衫，要互约瑟穿。约瑟的兄哥看到伊的老爸疼约瑟是超过对因的疼，就开始怨恨伊，无想要甲伊讲话。后来约瑟面梦，伊梦见2个梦，伊梦到伊阿兄的麦捆，伊的麦捆拍败。另外一个梦是日头、月亮，甲11个星嘛，拢伊拍败。约瑟伊的心真单纯，伊只是想讲，我要甲我的阿兄、甲我的老爸分享我的梦。也毋过，伊的老爸煞无法度忍受约瑟即款的态度，伊就甲责备。伊阿兄、伊的兄哥是搁较生气，怨妒伊，无爱甲伊好好讲话。约瑟日受着排斥，经历着孤单。伫约瑟17岁的时阵，有一天，伊的老爸雅各要爱伊去伫甲远远牧羊的兄哥探头，看因有平安无。约瑟有一粒顺服的心，伊应伊的老爸讲：“老爸，我伫遮。”约瑟就行远远的路，直到伊找着伊的兄哥。伊的兄哥看到约瑟，但约瑟也未行到，因就动武要甲害。约瑟到伊兄哥遐，因随时绑伊穿的迄领彩色的外衫，甲伊等伫坑里。若毋是伊阿兄鲁便的苦劝，
约瑟可能早就互伊邪恶的兄哥甲杀死啊。后来因甲伊安怎呢？即时伫远远的所在，有来一阵对基列来的以实玛利人的相对，因伫要对埃及去。就安尼，伊的兄哥就将约瑟卖啊。约瑟后来，互法老的人神侍卫长波提法甲买落来。副会长真重用约瑟，伊将一切的代志拢交托互伊。除了伊家己食的饭以外，其他的代志伊拢无爱管。约瑟是一个足有办代志、气力、能力的人，而且伊的外表阁生了真缘投哦。经文有讲，耶和华就甲约瑟同在，伊就万事顺利。意思是伊所做的一切拢真平安顺遂。伊嘛带互波提法一家真大的祝福。咱若将约瑟放伫即摆的公司内底，生了真缘投，阁真有能力，互头家器重，阁是头家真重要的辅助手，也为着公司带来利润。遮尔成功的青年，你认为伊会遭遇着什么款的试探呢？敢会有美女主动要甲接近？这方面就足简单会带来试探。换做是我，若伫学校内底有真缘投、真够读册，啊个老师拢甲器重，我一定足欣赏安尼的青年。这时，约瑟受到试探的日子已经到啊。波提法的某就是约瑟的女主人来甲约瑟试探，像约瑟安尼款的人，特别得到伊的欢心。女主人就引诱约瑟甲伊讲：“你来甲我困。”伊是一个命令的口气，意思是女主人命令约瑟甲伊做伙困。约瑟怎样回应呢？伊讲：“看啊，一切家内事，我主人拢毋知影。伊甲所有的拢交托伫我的手里。伫这个厝，无一个人比我较大，而且伊无留一个项袂互我。除了你，因为你是伊的某，我哪会当做这种歹的代志来得罪上帝呢？”约瑟内心是甲女主人讲道理，伊甲伊讲主人的仁慈甲信任，而且伊提醒女主人做人的某的本分。最后，伊用信用来抵抗。伊讲：“我哪会当做遮大的恶事来得罪上帝呢？”约瑟因为敬畏上帝，伊拄着试探，也毋过伊赢过试探。伊无愿意享受着罪恶中的快乐。不过，伊嘛因为安尼，反倒受着女主人的陷害。伊诬陷约瑟讲，伊有意要甲伊侵犯。约瑟就互主人波提法关伫家里。多片试探会互咱入去伫苦难中，也毋过因为咱敬畏上帝，咱袂当互试探赢过去。互我伫遮做一个结论：约瑟伫波提法的厝拄着什么款的试探？第一，伫伊身做是主人的辅助手的时阵，也是享受着完全的权利的时，伊面对着权利的试探。第二，伊有可能有管理甲运用主人财务甲资源的试探。第三，伊面对着美食的试探。对一般的人来讲，权利、金钱甲美食是一个人一生当中要追求的目标，嘛是上大上平常的试探。伫约瑟成长的过程中，伊捌看到伊的老爸经历的坎坎坷坷，以及老爸对上帝的敬畏。老爸是安怎起这段来敬拜上帝？虽然约瑟真早就经历着
伊的老母过身即款的痛苦，以及互白贴的孤单，也毋过信仰煞渐渐坚固伫约瑟的心中。伊知影，只有迄个自起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的上帝，是伊全家的神。经历过侪的苦难，老母过身，兄哥的背叛，到诚侪落魄一切的困苦，互伊搁较掠牢上帝。到底试探是啥物呢？试探的英文叫做 temptation， 意思是有一个代志吸引你去做，也是去得到，也毋过你知影讲迄是毋对的。伊会当互你享受到罪恶中的快乐。伫经文内底，约瑟伊拄到的试探是权力、金钱、甲美食。或者是咱伫咱的生活中，咱会拄到啥物试探呢？咱自细汉到大汉，拢有可能拄到试探，是想会到的，是你料想会到的，是咱选择要离开，也是袂。试探有可能出现伫咱的厝里中、学校、工课、人际关系、婚姻。咱伫厝内底有可能甲兄弟姊妹相济得到父母的疼痛，也是想要比别人搁较好。这是得到搁较大的利益，也是好处的试探。伫囡仔的时阵，伫学校考试的时阵，偷食步，想要得到搁较悬分数的试探；伫工课内底不得抢单，要爬到搁较悬的位的试探；伫婚姻内底嘛有可能有婚外情的试探。相信这个人大家一定听过，伫基督教真重要的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伊一生也拄着侪的试探。伊伫《忏悔录》内底有讲到，少年的时阵，伊甲朋友看到伊厝内底葡萄园附近有一丛人种的迄梨仔树，伊看起来足好食的，生足侪的梨仔。伊甲伊的朋友足介意伫半暝的时阵，默想伫迄架仔顶面佚佗。有一摆半暝，伊甲伊的朋友甲树仔顶面所有的梨仔拢甲摇落来。你会想讲，伊是毋是摕去食？毋是，伊是摕去饲猪。奥古斯丁表示，伊无要伊遮偷摕的物件，伊所要伊的是侪人合作犯罪的快乐。伊也欲望也影响伊，伊渴望会当对所疼的人的身躯得到满足，而且爱阁有，伊讲伊买阁较济。伫伊19岁到28岁10个9年的时间，伊经历侪试探，而且犯罪。伊捌对伊同行的朋友讲，咱醉生梦死，带来侪痛苦，伫欲望的刺激下骹做出足侪的努力，所盼的不幸所盼遐的不幸，煞愈来愈重，伫阮的心上。所以伊伫忏悔录内底，伊不断求上帝甲赦免、怜悯伊。入去伫试探内底犯罪，上惊的是无愿意承认。也毋过，奥古斯丁承认了家己的罪，相信上帝要赦免伊。当咱承认咱的罪的时阵，相信上帝嘛会赦免咱的罪。伫雅各书1章13到16节讲，咱受引诱的时，毋通讲是上帝甲咱试探，因为上帝无互邪恶有隙，伊嘛袂引诱人。人受引诱，
是互家己的欲望来引诱。奥古斯丁讲，伊会做恶，是因为伊毋知影啥物是好的。毋过伫圣经内底，耶稣甲咱讲，除了上帝一位是好的，其他无一个人是好的。咱需要这位上帝，这位好的上帝，教咱啥物款是好，帮助咱赢过试探。试探是每一个人拢会拄着的代志。保罗教导提摩太讲，爱多撇少年人的私欲。约瑟赢过试探的第一个是多撇，就亲像主导文甲咱教的，着带阮无得带阮入地市。咱知影耶稣伊知咱人的软弱。第二个是囤一个敬畏上帝的心，这是赢过试探的气力甲力量。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对今仔日的经文中，咱看到约瑟甲你有一个足好的关系，因为约瑟伊倚靠你，上帝，约瑟倚靠你，伊就知影讲啥物代志是对，啥物代志是毋对。你嘛，互伊气力，互伊会当赢过迄个试探。在阮的一生当中，有拄着侪的引诱，也毋过，阮将阮的性命交托互你，因为阮知影，主耶稣已经赢过一切。主耶稣嘛捌拄着试探，伊3届互魔鬼来引诱，也毋过伊拢无入去迄个试探中，伊赢过，而且伊得胜。求你帮助阮，使阮气力，互阮会当伫阮平常时的生活中，做一个好见证的基督徒，成做主你所喜意的囝儿。愿咱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免。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第321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得完全，请起立来吟全首。我
接续请白信友来为咱分享教会青年事工甲青年的代祷事项。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社青团契副会长白信友，即摆我来介绍咱教会青年的事工。咱来看一段影片。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影片开始之前，又到我们黄金5秒钟的时间，还没有订阅关注我们的朋友，记得订阅关注我们哟，也记得开启小铃铛。5、4、3、2、1 ，OK， 起立！大家好，我们是公园教会青少年团契，欢迎主观一起来玩哦。我们在周六下午3点，教会2楼有好吃好玩的游戏哟，有桌游，还有电影欣赏，还有有趣的出游时间，还有有趣的主题哦，等你哦。易伟，你上次在营会做的那个动作是什么？这么羞愧的动作，你做得出来啊？我羞愧啊。社青是什么？我觉得社青是团契。我觉得社青是教会的力量。我觉得社青是可以一起认识神。我觉得社青是人情味。我觉得社青就是年轻。我觉得社青就是喜乐。我觉得社青就是信仰充电站。我觉得社青就是一群多才多艺的人聚在一起的地方。我觉得社青是一个可以彼此分享祷告的团契。即摆我来介绍咱教会青年的事工。咱教会有三个青年的团契，有社青、学青，阁有青少年团契。先来介绍社青团契。下一张。好，咱社青团契组织有3个同工，会长是以乐，副会长是我，会计是可轩，辅导是金熙哥，阁有燕萍姐。然后启修哥，咱的活动主要是伫咧生活分享、甲信仰的讨论。咱的聚餐、影片的欣赏，斗阵出去佚佗，互咱伫工作以外有较轻松的活动，透帮咱伫平常时所接触的压力。咱也有信仰的讨论分享，互咱伫信仰更较徛在，互阮住的时间伫每2个礼拜会做伙一届。先来，搁来介绍学青团契。学青团契的年纪伫大学1年到研究所，大部分的成员拢是离开家乡的学生，希望因也伫外口有教会关心，照顾因的生活。伫学校学习，也继续有教会的生活。
除了趣味的活动，就食饭、耍以外，也有帮助因建立稳定的营收，敲找未来的工作方向。搁来介绍青少年团体，成员伫国中1年到高中3年，自学时间甲学生同款，每礼拜六的7点到9点，有一寡好耍的活动，人物信仰。若是恁对阮的活动有兴趣，欢迎来找阮的辅导。即马咱来介绍咱团体的辅导燕萍姐嘛，伫阮的当中，咱拍拍来欢迎伊。好，那我们请会众起立哈，我们一起来为这一群年轻人来祷告。他是在教会里面，他们远离了社会上，他们花时间在教会聚集。那这一个聚集的时间，不仅在教会有人际关系上面的互动，然后更是认真的研读圣经，希望与这个社会分别为圣哈。那这对我们来说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群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点时间一起开口来为他祷告。我们同心开口。世代，你要使他们分别为圣，他们不被这个世界荒芜，仇敌如吼叫的狮子来对面，这些吞吃我们的孩子，但上帝，你是他们的山寨，你是他们的盾牌，你是他们的保护者。主啊，就求你的光照他们，让他们常常在那个光当中必得见光，他们生命当中有你陪伴，你如同乳养孩子一样乳养他们，使他们行走在你的道当中。主啊，不偏不倚，一生要为主所用。谢谢，赞美主，赞美主。亲爱的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看到这一群年轻人，他们活泼，他们有活力，他们在教会当中，主啊，被主你亲自的来牧养。主啊，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主你看他们如你眼中的同人，你看他们何等的宝贵，他们自小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喂养，一生要走那不偏不倚的道路。但主啊，你也知道狮子他们在这世上他们会遇到各样的试探。主啊，如吼叫的狮子也要四处的要来吞吃他们。主啊，就求你保守他们不落入各样的试探。主啊，你保守他们一心要在你的话语当中分辨何为善何为美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充满他们，使他们常常成为被圣灵充满的人。主啊，他们心里，主啊，蒙你保守。主啊，保守他们的心胜过一切，并且将他们栽种在那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使他们领他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主啊，我们要为这一群年轻人来祝福，愿他们在自幼认识神的时候，主啊，就他们要如同约瑟一样，一生有神你的同在。他们如同约瑟一样，蒙上帝你的保守。他们如约瑟一样，有那纯正的心，要来追随主。主啊，就求你，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他们的帮助；当他们遇到情感上面的困惑的时候，主啊，他们的爱要从你而来。主啊，当他们遇到课业上，主啊，他们未来的方向不清楚的时候，主啊，你要引导他们。主啊，当他们在服事当中，渴望
知道明白上帝你旨意的时候，主啊，你就清清楚楚的带领他们进入在神国里面的命定，引导他们走那永活泼的盼望的生命当中。谢谢主，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会众请坐。接续，咱来唱回应诗。圣诗第550首，我做基督兵丁，请起立来吟全首。咱要来投使徒信经来备办咱的圣礼典。使徒信经，来，咱做来读使徒信经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林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唱圣诗，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咱领受这个八角饼，一方面伊要表明咱伫主的内面领受这个恩典，但是也透过八角饼来表明咱拢是主耶稣基督身躯百体的肢体，所以咱有一个合一的关系。
当主耶稣基督互咱买迄一面有下饼祝寿，所以咱以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三甲来祈祷。做阮大细八角饼，表明来知这八角饼来表明主耶稣基督伊身躯为着阮拍破，流血为着阮来做。做八角饼大细一条，分着圣神，互阮会当来认得。八角饼的意义，大了透过八角饼所表明是袂假的疼。搁一遍来启示我，互我进入到你的疼内面，去将你的世界启示伫我的眼前。安尼，愿在阮已经领受这个恩典，领受这个疼，愿来敬拜你，尊敬你，对你表明感恩，就是你所当的。上帝啊！我按照着感恩的心，领受这八角饼，透过这个八角饼，也互我献出你的福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最后所讲，这是我上古为了你拍破，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最后所讲，这是我上古为了你拍破，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听三角来领是。对了所讲，这个花就是神了，是我的花所设立的。因为你这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设立的，既然你们是就行安尼来记录我。这个花是神了，伊来主要所记录的花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就行安尼来记录你，请三角来领是。因头摆食即个鼎面即个杯是表明主的事，是到伊个来，主要所祈祷的平安，甲人正人三角祈祷，三角来祈祷。主要是我伫你面前咧真感恩，我用领受即个杯甲饼，表明我用领受伊的恩典。主啊，也透过杯甲饼，表明我拢伫你的圣果内面，将做一体。彼此相见，彼此合一。上帝啊，透过你的八角饼，将阮建立伫你，也彼此建立。透过八角饼所表明上帝的行性，祝阮会当来记住八角，互平安建立。或是祝你的恩典，甲上帝的应许。阿们，我当伫你面前献上家己本身，互你做证。祈祷各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即时咱来回应上帝的疼，请奉献的同工来服侍。我们的生命气息是出自于你，我们一切服侍的才能、各项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出自于你，也本属于你。主啊，因此如今我们将一点金钱摆上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就求主你来使用我们的生命，来共同建造主你的教会，来高举主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会众请坐。我来报告。本会消息：后礼拜5月8号是母亲节主日，两堂礼拜联合伫早起10点半举行。讲道是方东里长老，献诗是美必具的全体的老师佮学生。迄日会送已经结婚的姊妹有礼券，美必具佫会备办礼物，互有出席的母亲，请大家欢迎大家来参加。第4点，伫今日的中昼12点20分，伫7楼召开定期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5点，青春启航课程主要是针对5年到7年的学生佮家长，要帮助这个学生囡仔会当建立健康的性观念。家长嘛透过读册会做伙来成长。详细的情形会当去甲遮校职事翁仔某来联络。再来第6点，教会有事工的需要，办理2项的专款奉献。第1项是幸福小组的福音事工，第2项是7楼的音响的新买的设备，预算是18万，请兄弟关心奉献。再来，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兄弟姊妹平安。咱顶礼拜无聚会，因为伫即个国外这时阵呢，就是有一个确诊的足迹吼。即道即个确诊足迹呢，敢咱过去迄种感受较无共款。我会记伫年初的时阵，咱附近有教会
有哪有确诊足迹，然后呢，哇，这个代志就较严重，差不多参加礼拜啦，拢是必须要安尼居家隔离吼。不过这边呢，咱的政策的关系，所以咱嘛原来烦恼讲，迄搁偌济迄工吼出现较济人吼，毋着拢去有安尼居家隔离限制掉咧。结果这个政策改变，拢总毋免，所以咱名单拢备完好啊吼。但是呢，疫调拢无来进行吼。所以3+4，所以基本上咱时间都已经过吼，咱就慢慢受着这个居家隔离的限制。几位确诊的兄弟这家庭其实拢是轻症感冒发烧，然后小可无爽快，但是几工就好。所以呢，即马慢慢拢已经恢复。不过确诊伫咱目前的政策是10+7啦，意思就是讲吼，爱10天居家隔离，7天自主的管理吼。自主的管理就是讲你当出去外口活动去买物件吼，但是呢，袂当去安尼人群较济所在吼。比如讲，可能来了做礼拜嘛是搁爱限制啦吼。这是咱某一个政策。不过呢，比前几工来，比进前来讲呢，已经伊安尼放松较济啊。所以呢，虽然即摆疫情确诊的人较侪，不过咱兄弟姊妹嘛免烦恼啦吼。咱也有去注射，注预防针，基本上就像感冒共款，几工就好安尼吼。所以呢，这个确诊足迹有了后呢，咱教会就有几方面来做一个测试吼，来做一个调整吼。所以写伫即个所在感谢咱兄弟姊妹，有几位因虽然伫厝内底无法度出来，但是呢，咱兄弟姊妹拢有送物件去吼，送餐去到伊的家庭中间来表明彼此的一个相听吼。咱大楼嘛拢有规栋大楼拢取消所以拢这无问题。照这个政策来配合啦吼。这中间兄弟姊妹若是讲真正无法度避免这个事，咱嘛免感觉讲安尼真歹势吼。因为有确诊，伊就讲互咱教会安尼无法度正常聚会一礼拜吼，真歹势。其实袂啦吼，差不多咱身躯边，若是人搁较侪的时阵，差不多无法度避免。所以这是差不多是咱平常正常的生活中间，拢差不多会拄着。比例敢若是愈悬的时阵，就台湾就愈安全，迄个感觉吼安尼。所以咱的身躯边，也是咱的厝内底，然后这个确诊，咱就好好照顾吼。然后休困上帝保守咱的人平安。教界的消息呢有3项所以咱家己来看吼。这个包括就是咱有一个对主日学的同工一个训练会这特别是配合咱的疫情，现在这个要安怎样配合这个疫情，咱这个时间的一个调整改变主日学这个部分吼。所以咱也希望这有兴趣的兄弟姊妹，还是有负担的兄弟姊妹关心无论是这个主日学，还是讲咱教会整体这个活动吼咱都会知影讲这个疫情对咱的可能的影响，也是咱要怎样去调整咱的教会整合服侍来配合安尼吼。所以毋若是主日学啦吼，就是咱同工来要参加的时阵，我哪会使吼。这个部分呢，当然有一寡报名费不过呢，学校这边讲咱都住伫新竹，咱就免大吼免大的时阵，咱这个大的钱就咱扣掉可能差不多几百块安尼啦吼。同工有愿意服侍咱教会就来补助安尼吼。过来就是有这个中级的联谊会咱来家会当看吼。嘛这个教会观摩2间的教会其中一间是水拿教会真特别拢去来看卖吼。今仔日咱阁有关系教会一个设到100年。咱常常有较早的短宣去因遐来斗3工吼。所以呢，这是也互咱知影因这个活动吼。补充报告到这个所在。确定呢，咱有中级会是12:20，结束了后呢12:20，希望咱会当真紧来完成，因为咱差不多2点还有一寡聚会啦吼，安尼所以袂介久的时间吼，请咱大家来参加。黄佩瑜是不是？
黄佩芳，你在下看不真清楚啦吼，非常欢迎吼，非常欢迎。啊，等一下，请你留下来。黄佩瑜啊，在哪里？好，这台北婴儿教会呢吼，所以我较早教会呢，那唔知是倒位吼，那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吼。好，非常欢迎。接续，咱来唱上型的圣诗。圣诗第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线请牧师祝贺。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探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甲之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青年团体，他们在参与今天的比赛非常感谢他们。